歡迎大家嚟收睇我哋呢個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總決賽嘅介紹分享頻道。咁樣呢，首先恭喜大家啦，已經完成咗我哋嘅晉級賽，從而獲得我哋呢個總決賽嘅入場券。咁而呢喺呢個介紹分享頻道裡面啦，咁我哋就會介紹一下啦呢個總決賽嘅資訊嘅。咁事不宜遲啦，我哋就開始我哋嘅分享啦。咁就等我同大家講解一下呢個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啦。呢個比賽咧就由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聯合會主辦嘅，由2012年舉辦至今，係最權威嘅國際數學奧林匹克賽事之一。每年喺香港區嘅初賽都吸引到2萬名嘅學生參加，係國際間唔同教育機構嘅數學能力參考指標。而呢比賽咧嘅宗旨咧就透過舉辦競賽咧，去激發同埋培養青少年學習數學嘅興趣，強化同埋提高青少年嘅創新思維能力。擴展咧唔同嘅地區同埋國家啦嘅青少年嘅國際視野。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啦嘅總決賽咧，每年喺唔同嘅國家或者地區舉辦嘅，吸引超過20個國家同埋地區嘅代表隊參賽，係名副其實嘅殿堂級奧數競賽嚟㗎。而喺比賽資訊方面，今年嘅總決賽就會安排咗喺2026年8月2日星期日喺越南河內嘅 Homai Star School 度舉行嘅。而另一方面啦，頒獎典禮咧就會喺2026年8月4日星期二喺 Vietnam National Convention Centre 度舉行嘅。詳細旅程可以參考總決賽嘅報名表。然後喺獎項方面，每級都會設有呢個冠軍，即係每級嘅第一名。然後頭8% 就可以獲得呢個金獎，跟住嘅10% 可以獲得銀獎，再跟住嘅24% 咧可以獲得呢個銅獎嘅。然後每個參賽地區最高分嘅選手更加可以獲得呢個國際之星添。咁跟住落嚟啦，我哋就會同大家分享一啲咧，大家有機會咧喺總決賽見到嘅題目嘅。咁我哋一齊嚟睇一睇咯。第一，佢就話啦，有8個小朋友咧互相握手，每2個人咧都要握手一次。問佢哋咧合共要握手幾多次咧？咁呢種題目點樣做咧？我哋首先諗一諗先。有8個小朋友，不如我哋畫低佢咯，好冇？1、2、3、4、5、6、7、8，畫咗8個小朋友出嚟啦。咁而家要諗佢哋握手，咁點樣握手咧？握手咁即係我哋喺幅圖度可以諗成就係連一條線啦。咁第一個小朋友咧，佢咧就應該可以同另外7個小朋友連線嘅，即係咁嘅樣。咁你見到啦，佢可以同另外7個小朋友連線嘅話，咁佢拉咗幾條線啊？我哋數一數，1、2、3、4、5、6、7，咁即係有7條線，亦即係咧，我哋可以話啦，第一個小朋友咧就同其他小朋友咧一共握咗7次手。咁然之後啦，咁第二個小朋友咧，第二個小朋友我哋諗下先，就係以下落嚟啦，呢啲橙色嘅線，我哋會見到第二個小朋友啦，因為同第一個小朋友啦已經握咗手，佢唔會再握一次嘅。咁所以咧，佢就淨係得返6個小朋友可以同佢握手啫。咁所以今次咧就畫咗6條線。如此類推，每一個小朋友咧可以握手嘅對象咧都會越嚟越少。咁所以咧加落去咧就會係7加6加5加4加3加2加1啦。咁加埋幾多啊？加埋我哋會有28，亦即係話咧，你8個小朋友啦，佢哋合共咧要握手28次啦。OK， 好，可以嘅話咧，我哋就去下一條咯噃。咁下一條咧，大家見到咧，佢係一條釘板問題嚟嘅。咁我哋一齊睇一睇呢個釘板問題點樣做咯。我哋望望先，佢就話啦，例如如果點與點之間嘅距離係1個單位，問下圖嘅圖形嘅面積係幾多個平方單位咧？咁我哋諗下先，點同點咧係1個單位，咁佢中間咧4個點咧框住嘅咧係一個正方形，而因為咧佢係1嘅關係啦，咁所以咧佢每一個正方形咧嘅大細啦，即係佢面積啦，都係1嘅。OK， 咁即係咧我哋數翻有幾多個格仔咧，佢就係面積係幾多平方單位啦，係咪？咁跟住問題嚟啦，咁我哋點樣數格仔？即係點樣數到呢個形狀框住幾個格仔咧？咁我哋就真係逐個數先。首先，我哋話第一個啦，呢個完整嘅正方形，咁就有1個面積啦，1個平方單位啦。咁然之後有2啦、
3、4、5、6，咁完完整整嘅咧，我哋就數咗有6個啦。然之後咧，我哋睇下呢度先。呢度我哋見到咧，佢係打似一個三角形嚟嘅，佢可以將下面咧補翻落去，就啱啱好啦，應該係1個嘅正方形嘅，所以佢係第7個正方形。好啦，咁仲有冇其他地方啦，可以咁樣補起上嚟變做一個正方形嘅咧？有嘅，但係今次咧，我哋就直接4個一齊睇。諗下啦，如果我哋將咧呢一個三角形，你見到佢框起咗4格，佢中間咧包咗一個三角形啦。呢個三角形中間咁切開佢，反翻過去，係咪啱啱好可以變成2個嘅正方形啊？咁所以咧，佢就係8同埋9。咁仲有冇啊？就係呢個部分啦。咁我哋見到咧，都係反翻上去咧，啱啱好補到咧，佢啱啱好補齊咧，應該係一個正方形嘅，所以呢個係10。然之後咧，嗰啲就冇黐埋啦。咁點樣做好咧？咁我哋就將每2個夾埋一齊啦。首先係邊2個好咧？我哋揀咗呢2個。呢2個咧，你會見到條線啦，佢補翻拍翻埋一齊咧，會啱啱好真係完完整整一個正方形嘅。所以我叫呢個區域咧做11，第11個嘅正方形。而最後綠色嘅呢度，你見到啦，擺翻過去都可以拼成一個完整嘅正方形嘅，所以咧佢哋就係12。因此我哋就知道下面嘅圖形嘅面積咧就係12個平方單位啦。OK， 好，咁跟住我哋繼續落去啦。咁跟住落嚟啦，就除咗我哋頭先講嘅2條例題之外啦，我哋仲安排咗一啲題目咧，俾大家可以試一試新手。好，大家咧可以睇一睇呢條題目啦。咁如果大家試完之後咧，喺呢個影片嘅最後啦，我哋會有呢個答案俾翻大家睇一睇嘅。好，咁大家可以睇一睇接下落嚟嘅呢6題嘅題目。相信大家咧喺前面嘅題目咧都已經試完新手啦。咁跟住咧，我哋會繼續翻嚟啦，同大家講解我哋奧數協會嘅積分獎勵計劃嘅。如果各位咧喺我哋奧數協會嘅比賽度咧獲得獎項，例如啦，如果你係今次 AIMO 嘅總決賽裡面啦獲得各級前3名嘅話咧，可以獲得9分；如果獲得金獎或以上咧，可以獲得7分；銀獎咧就可以獲得6分；紅獎咧就獲得5分。咁而如果獲得呢一個一定積分嘅話，可以有咩用咧？咁如果咧獲得26分嘅話咧，就可以成為我哋嘅 Pioneer。42分咧可以成為 Legend。如果咧係各級嘅前3名，而且多過42分嘅話咧，更加可以成為我哋嘅 Legend of Legend 添。而為咗咁多位咧想勇於挑戰自己嘅同學仔咧，我哋就安排咗呢個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總決賽特訓計劃。我哋呢個特訓計劃咧係一節課時咧長達3個鐘。100% 完全模擬比賽實況，令到咁多位咧可以完全熟習我哋嘅比賽流程同運作。我哋咧係由有經驗嘅奧數導師咧，按官方嘅授權資料咧分析模擬試題嘅，同坊間啲虛構分析係完全唔同㗎。如果大家對於我哋嘅特訓計劃咧有興趣嘅話，可以點樣報名呢？大家咧可以喺呢個總決賽嘅邀請函上面報名。而另外一方面啦，我哋亦都有呢個線上特訓課程嘅。內容咧就同呢個實體嘅特訓計劃係完全相同㗎，都係由有經驗嘅奧數導師咧喺影片裏面分析模擬試題。特點係咧唔受時間同埋地點嘅限制，可以隨時學習。而另外咧亦都可以60日裏面啦無限次咧重溫模擬試題嘅。
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咧，可以瀏覽以下嘅網站去購買我哋嘅課程㗎。好，咁去到最後啦，呢度咧我哋會俾翻前面嘅題目嘅答案大家睇一睇㗎。咁我哋今日嘅分享咧就去到呢度差唔多啦。咁最後咧約定大家喺我哋嘅比賽嘅頒獎台上面見面㗎啦喎，拜拜。